各位老友記、老街坊一定要睇清楚啦！最近北上深圳飲茶、行超市，係咪覺得好開心？但千祈唔好以為有一張樂悠卡就喺深圳地鐵橫行無忌。而家政策變咗，深圳地鐵俾港人玩爛咗，長者北上竟然慘被罰。深圳地鐵而家正嚴格執行新規定，樂悠卡已經正式失效。如果身上冇帶嗰張回鄉證，對唔住，你必須即刻俾錢買飛，冇商量餘地。唔想喺閘口尷尬，俾幾十個人望住晒，快啲睇清楚而家嘅最新安排，免得開心旅程變賭心。最近喺香港嘅各大討論區同老友記嘅社交群組入邊，呢則關於深圳地鐵收緊長者免費乘車要求嘅消息，簡直係傳到沸沸揚揚。有一位經常北上嘅老友記喺香港討論區發咗個貼，內容講得非常詳細。佢話以前北上深圳，只要喺過閘嘅時候，喺嗰條綠色嘅免費人工通道向職員揚一揚手上面嘅樂悠卡，通常對方睇一眼嗰張卡，或者睇你頭髮白少少，就直接揮手俾你入去，大家都覺得好方便。但就喺最近呢幾個禮拜，情況突然發生咗180度嘅大轉變。呢位網友話，佢最近喺深圳地鐵嘅人工通道過閘嘅時候，職員唔再只係睇一眼樂悠卡就算，而係非常嚴肅咁要求佢出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，即係我哋俗稱嘅回鄉證。唔止咁樣，職員仲要攞個證件仔細翻睇，重點檢查上面嘅出生年份，睇下你係咪真係已經滿咗60歲。如果你嘅回鄉證顯示嘅年齡未到，或者你根本冇帶回鄉證，哪怕你手上面攞住樂悠卡，職員亦會禮貌但堅決咁請你離開人工通道，轉去自動售票機買飛入閘。呢個貼文一出，下邊即刻有幾百個老友記跟貼，分享自己嘅尷尬經歷。有人話喺大劇院站準備搭地鐵去蓮塘口岸時，亦被查得非常嚴。仲有人喺布吉站親眼見到一個中年男人想用優惠，結果因為攞唔出回鄉證，最後喺大庭廣眾之下被要求去補飛。大家而家嘅共識就係，而家深圳地鐵真係個個站都睇得好緊，再都冇所謂嘅老友記面子可以刷啦。點解深圳地鐵突然會變得咁嚴厲呢？其實呢度面大有文章，而且好多老友記之前可能一直都誤會咗。我要知道，樂悠卡雖然喺香港係我哋長者免費或2蚊搭車嘅神卡，但喺內地佢其實並唔係一份法定嘅身份證明文件。有好多網民喺討論入邊點出咗關鍵所在，樂悠卡嘅申請資格係可以喺滿60歲之前3個月就開始申請嘅。呢個意味住，當你攞到樂悠卡嘅時候，你可能實際上只有59歲零9個月。喺香港，為咗銜接政策，呢3個月嘅差距可能冇問題，但喺內地職員眼中，差1日都唔叫滿60歲。由於樂悠卡上面並冇非常顯眼大字體標注嘅出生年份，內地地鐵站嘅安保人員好難透過肉眼快速核實你嘅真實年齡。如果有人咁啱59歲多啲點，攞住呢張卡喺深圳地鐵博大霧，嗰其實係唔符合當地年滿60周歲免費乘車規定嘅。呢個就係點解深圳地鐵而家要求必須睇回鄉證，因為回鄉證係正式嘅身份證明，出生年份寫得清清楚楚，一眼就能定乾坤。除咗年齡核實嘅問題，仲有一個原因令網民們覺得呢次收緊政策係情有可原。有經常喺兩地跑嘅年輕人反映，而家港人北上嘅浪潮實在太猛啦！每到週末，深圳各大地鐵站都係人山人海，其中不乏享受免費優惠嘅長者。喺龐大嘅人流量下，如果唔嚴格查證，好容易出現濫用嘅情況。有網民留言話，曾見過有人攞住樣式好似嘅卡片，企圖混過關，或者乾脆係借用屋企長者嘅卡片。深圳地鐵作為一個每日服務1000萬人嘅交通系統，如果每個人都只係揚一揚手就能免費進站，嗰管理上就會出現好大嘅漏洞。所以唔少人認為而家嘅做法係為咗防止有人博大霧，做法正確，避免資源被濫用。
更有一位理性嘅老友記喺網上留言提醒大家，我哋過關北上本來就一定要隨身攜帶回鄉證嘅，而家只不過係入閘前將證件從銀包入邊攞出嚟俾職員睇下，呢個其實算唔上係咩刁難，只係回歸到咗正常嘅制度管理。而且有網民發現呢種查驗並唔係專門針對香港人嘅，好多內地嘅老伯伯、老太太如果冇帶當地嘅老年人優待證，同樣會被保安要求出示身份證嚟核實年齡。其實翻查一下深圳地鐵嘅官方資料，你會發現呢個根本唔係咩新規例。深圳地鐵一直以嚟嘅官方規定都寫得清清楚楚，凡係年滿60週歲以上嘅老年人，不分戶籍，憑本人有效嘅身份證、港澳居民居住證、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等有效證件，就可以免費乘坐地鐵。請注意呢度嘅關鍵字係有效證件同回鄉證。樂悠咭從來都冇出現喺深圳地鐵嘅官方免費證件列表入邊。以前大家覺得只要樂悠咭就能過，嗰其實係深圳地鐵職員俾香港長者嘅一種便民彈性，亦即係我哋常講嘅鬆手。但係當呢種鬆手被發現可能導致年齡誤判或者證件冒用嘅時候，有關方面選擇回歸到明文規定上，呢個係完全合情合理嘅。所以老友記們真係唔好覺得係被針對咗，或者係深圳唔再歡迎香港人。呢個其實只係人哋喺執行本來就有嘅法律法規。我哋可以對比一下香港同深圳嘅做法。喺香港，我哋習慣咗用一張感應卡解決所有問題，因為我哋嘅數據都連喺咗一齊。但喺內地，特別係對於我哋呢啲持回鄉證嘅香港居民咧，好多時候人工查驗仲係最可靠嘅手段。有啲老友記咧可能會覺得麻煩，心諗我頭髮都白晒，唔通仲要呃你嗰幾蚊車費咩？呢種心態雖然可以理解，但我哋都要換位思考。既然係享受人哋嘅福利，按照人哋嘅規矩辦事，亦係一種禮貌。而且而家深圳地鐵嘅職員雖然查得緊，但態度大多仲係唔錯嘅。只要你主動配合出示回鄉證，佢哋通常好快就會放行，並唔會耽誤幾多時間。相比起喺閘口因為冇證件被攔落嚟，然後仲要去排隊買飛，嗰種尷尬同心煩先至係真係掃興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以後北上深圳就要學精啲啦。首先要將回鄉證擺喺一個容易攞到嘅地方，唔好塞喺背囊嘅最底層。當你走向地鐵站嘅人工通道嘅時候，唔好等職員開口問你，你可以主動少少，先將回鄉證攞喺手，正面朝向職員，大家客客氣氣，效率自然就高啦。其次，如果身邊有朋友仲未滿60歲，或者只有50幾歲攞咗樂悠咭嘅，一定要提醒佢哋喺深圳搭地鐵該買飛仲係要買飛，千祈唔好心存僥倖。畢竟而家係大數據嘅時代，周圍都係鏡頭同嚴格嘅巡查，為咗慳嗰幾蚊而丟咗香港長者嘅體面，嗰係萬萬唔值得嘅。總言之，呢次所謂嘅新規例其實就係嚴執法。深圳地鐵依然歡迎各位老友記去遊玩去消費，嗰份長者免費乘車嘅福利亦依然實實在在咁擺喺嗰度。只係大家要記住，樂悠咭喺深圳唔再係萬能證，唯有回鄉證先至係真正嘅通行證。只要大家多啲理解，出門前準備得周全一啲，北上嘅旅程依然可以非常舒心暢順。希望各位老友記能將呢個消息傳達俾身邊嘅老友，大家一齊開開心心北上，平平安安返屋企。記得啊，下次過閘先攞回鄉證，唔好再攞樂悠咭去考職員嘅眼力啦，免得大家都尷尬。總言之，樂悠咭喺內地並非法定身份證件，大家北上時切記認證不認卡，多一份準備，少一份阻礙。希望各位老友記互相提醒，帶齊證件，繼續開開心心遊深圳，享受舒心又暢順嘅精彩旅程。